继续来看罢免国民党立委王凤薇的民间团体，最近遭侵拿选区的菜市啊，是走真勤。这礼拜拢选伫个王凤薇的本命区，也就是北上山的草埔菜市啊来扫街。王凤薇宣讲，罢免团体真关心伊的一举一动，讲伊只要前脚一个走，后脚因就会对你来。罢免团体讲，因有家己的宣传节奏。我知啦，我都去揪。民众正热情，甲罢团的志刚咧开讲，即摆罢免国民党立委王凤薇的民间团体来到松山区这个罢团所讲的侵拿的选区，要提供王凤薇的本命区地点，就伫北松山的草埔市场。这是我们自己花纳税人的纳税人的，对，所以对，谢谢你，我们是自由民主大陆。先把时间留给台湾哦。罢免团体已经走到甲这个摊贩正熟啊，希望讲会当改变侵拿的选区，透早更加连招松江、草埔两个所在。其实我们就是每天想破头，说我们在民生社区里面，到底到哪边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民众。在草埔这边算是民生社区，就是人潮最多。事实上，草埔市场嘛是国民党的立委王凤薇接旗的所在。干那这礼拜，伊甲志刚团就走2摆。而且还有地缘关系，王凤薇伫面册就写讲，伊住伫民生社区，强调讲拢伫草埔市场买菜，甲民众博感情。中山、北中山选区的市场，大的市场就这么几个。我觉得市场就是大家的嘛，那就会去的，就是委员可以去，那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安排，那我们会照我们自己的节奏。罢免团体他一直有非常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啊，我前脚走，他们一定后脚跟着去，会用平常心来看待，因为我们过去在选举，大家本来就会有你去完我去。王凤薇各本命区要争取乡亲的认同，毕竟罢团气势真强，双方攻防略见空前接番。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